廣州嚴重被低估嘅5大官方認證真溫泉，地鐵公交就可以到，快啲收好呢份週末沖能好去處。1. 增城三英溫泉，依山傍水，4季都適合浸溫泉，70幾個溫泉池種類繁多，仲有特色溶洞溫泉非常出片。2. 嶺南第一溫泉廣東溫泉賓館，全顏值共唔對水，空氣都係松木香，係親子友好嘅花園式度假酒店。3. 到喜泰麗溫泉，第一間鳥巢溫泉度假村，泰式風格，享受異域風情帶嚟嘅獨特感受，仲有專業泰式按摩。4. 增城香江溫泉，位於白水寨景區內，群山環抱，山谷擁有40幾個私密溫泉池，泉水屬掃打型真溫泉。5. 碧水灣溫泉度假村，擁有40幾個風格各異嘅溫泉池，仲有全球少有嘅涵東小蘇打溫泉，留宿酒店性價比較高。